第三层级三世佛，第二层级马的名字过去佛、燃灯佛，到第三级小这么呢，现在佛、释迦牟尼，马五层级相伴公布未来佛、弥勒佛。满了第十七级药师八佛，这边小八顿巴下加特巴释迦牟尼如来，这边小八成了个用着魂善名称如来，这边小八这样解布珍宝如来，这边小八是让真名脑啊金色如来，这边小八门吉拉门比解布药师如来，这边小八两个门去魂无忧明如来，这边小八去这个江去魂法赞如来，这边小八我们亲解布限制如来。前面叫四无量，三八前面慈无量，两级前面悲无量，嘎瓦前面喜无量，当年前面舍无量。一个僧入行三门，但把那几个别个讲着皈依为入圣教之门。他把那几个别个研究出离心为入解脱之门。他先等这个别个层级发菩提心为入大乘之门。问你净地、观地、寺院、阿拉的想法、出家、东冲、戒律、东巴吉瓦、受戒、年参、闭关、等等的忙错、信众、给咒、行善、受乐、放生、